为听着，各在欢迎人都对来收听闽南福建的鬼故事。我只想要换外面的食，你知道？就讲根本未晓做，因为这个礼拜我觉得对来讲鬼故事，我 before 现在咁样落去，现在这个不是落鬼故事。为介绍我的台北嘉宾，这个礼拜就是我人的老家，干了，我的都欢迎。Hello，哥，好掉咯。個會哦，個會都唔是無聲，個有默默個安尼，你無聲啊，默默個。mute 啦，你有 mute 啊？哦，你打快吹叮當。我 mute，我按 mute，我按 mute，你Zoom 會 mute 掉。我叫我 request，我 ask to unmute，啊，你 accept 啊？我 ask to unmute，未？幾嚟啊？幾嚟啊？叫 Alex 就見睇到啲人，然後個有第個歡迎，第個特別冇聲，嚟第個。Alex 叫你估個冇嚟。你過嚟未 ？Hello，個廖阿橋歡迎，冇聲個啊，大家好。嚇，廖阿橋歡迎，你冇話講啱好，你跟他聲咧？跟他聲嚟啊？到名稱嘅哦，聽一下。差不多。OK，แล้วมองกูแบบกินรู้ประมาณไหนรู้特別那是我叫 ask to unmute 你 accept 哦，你有聽到？但媽媽講 ask to unmute 嘅事，我 try 下，我看要 pop up 哦，未啊？伊講未？伊我看到只我那是講特別把我這裡 control unmute 未？伊講未？伊未做對，咪見等陣先OK，這個禮拜呢？我會講鬼故事啊！等陣未記介紹咧 ，Clubhouse 嘅朋友個 ，Clubhouse 嘅 friend 鬼嘅 鬼嘅 friend 不啦，咱 Clubhouse friend 南西歡迎。喵。因為講鳥嘅鬼嘅，哦鬼鳥啦，我是鬼鳥定當是鳥鬼，鬼鳥還是鳥鬼？鳥鬼係。我冇還是。了個有九三字歡迎九三字。Hello， 個有未使講歡迎。路人咪困過啊！成微微娃娃係告訴แล้ว這個我嘅聽，呢這到底聽嘅朋友嘅了，哇！呢這人哦，感謝大家嚟看咯，哎呦死火嘛唔夠我驚，等陣我 try 看會敲掉是啊啦，這是白。Anyway，唔要緊。OK，來，咱個這咱看看伊個做，咱個這毛毛菇個看伊個按鈕 ，Chat 個 Zoom 個，會嗎？呀，按鈕啦，按鈕啦。Hello testing，呀，係咪數啊？聽我係 testing 啊。OK，歡迎毛毛菇。毛菇誒，即係你聲牌嘅。OK，毛菇，我知毛菇有幾個數俾講，continue from last month 咧。可以當聲嘛？可以當講聲。我咪廖阿橋就估冇嚟啊嘛。廖阿橋定當時講伊到啲 factory 嘅時候幾實啊嘛，幫橋時。對，是。廖阿橋老師你幾個數講哦？笑掉。未接落去，就會古邦嘅咯，就會古邦嘅。嚇，就係講嚇，定到你嗰時 factory 啊？是。嚟就會講。
安尼啊，所以我大家面 OK，啊都 OK。after 我較早嘛就甲你講有學就散入面咯，係無？啊，對，你去幫過照先啊就叫我無相信啦，其實我無相信嘅，啊，所以我就人亂嘛，就人亂，你然後 of J factory จะกังหลังหรอ operator 啊，或者我覺得亂嘛，啊，亂樣亂是亂嗰樣看到鬼也是，係咪明嘅？啊，看到佢，然後看到是講咩樣，就講就dramatic，然後我 feel 到啦，我自己無相信啦。啊有陣時講，伊半暝人 call 我講，誒，頭家啊，我看到就去做人嘅呀，做人係你講 corridor 下機嚇，對，啊，corridor 啊，然後人唔敢嚟做工。你要講看到係咪明嘅啊？我有看到是上個有頭背啊，背起安啊。哦，即係頭但背是我是無必相信啦，啊其實我無必相信嘅，我無相信嘅。然後樣就特別你再講，伊就一個人甲你講，成個一個人講咧，還是有。要唔就北被告傾嚟嘅，被告傾嚟被告傾嚟啫我當時懷疑白鴿，哈哈，所以就係樣同時樣我哋都係樣我做工啊，哈然後做幾種怪嘅物件嘛，哈，所以我諗就佢一做嘢，我諗就好笑在邊啦，哈，啲做台播出嚟邊啊，乾隆那邊啊，變到蒜頭邊咯，蒜頭，喲，哈，所以我好笑在邊，樣我諗係邊咯。叫做樣係啲第一樣關南人驚嘛，哦，是越南啦，我本老哥本地嘅啦，冇拉什參啦，哦，所以樣驚鬼啊，是樣驚蒜頭鬼，樣嘅是啲對，sorry，反鬼啊，個反鬼啊，哦，反鬼，哦，OK，所以成日食硬功夫呢，特別是嘅蒜頭啦，樣唔知咯，樣攞啊。發仔感謝毛毛菇的人，แล้ว佢樣做，有人，how to say啊，有人成日叫接線啊，唔係接線咯，嚇我知，亂講啊呐，嚇，雜波，技巧啊，雜波啊，佢雜波嚇對，你奇怪， hysteria 咧嚇，啊，對，對，แล้ว半暝啊呐，已經有。被告點啊呐，被告點啦，首時被告點，當時就是1、2點可能就樣來小朋友 call 來哦，亂，有陣好似是咪樣丟時候，可能有你technician啦，所以伊樣問啊，樣曉樣嘅功夫啊 whatever 啦，伊樣在伊成個人硬功夫嘛，同人硬功夫威勢嘛，就或者威一車啊，樣嘅白咯。哦，白樣寫樣勁啊，寫樣勁樣可能樣去裏面啊，其實樣去裏面哦，我知，一下招煙咧嗬，啊，對，所以裏面咧好樣有人叫啊嗬，有亂講啊，見到鬼可能咪拖出來咯，拖出來啊，唔好往見窿嘛，見窿樣往前嚟辦理熟嘅了嘛，所拖出來樣就夾水哦，我可樣做啊，樣夾水啊，一灘嘅水啊，即係伊嘅paper啊，伊湖嚟，白色湖，湖所講湖嚟整啊，所以湖係落嘢係講黏啲鬼喺邊啊，伊就收到冇嘢，伊收到冇嘢咯，有時佢即個解啊，樣有條真好聊嘅，我唔知係咩人嘅咯，依個就冇啊。I think 樣講啊，伊有傳，伊有成一種嘅功夫嘅，係你就保姆喺你家做啊。哦，伊繼續做種物件啊。所以唔得做哦，伊就做個只解，伊出來啊，伊即是班嘅。伊是做工嘅人啊，還是攏請的？做人嘅。哦 ，OK。我攏做工人嘅。哦 ，OK。所以應該是 I think 是伊繼續做種物件啊。佢一樣特你。how to say 啊？特傳帶是用一群人曉嘅物件咯。哦，特帶有一群人曉嘅。哦，我聽人講嘅啦，然後伊唔知應該做咩啊？我看伊做啊，應該是班嘅家裡嘅人嘅家裡啊，是啊，伊部家裡嘅卡啊，還是唔知班啊是解啊？喲，stop 咗。
哦，譬如你一家吹嚟㗎，吹啊，班啊幾班啊，吹唔知做咩鬼啊，樣就好了誒。特別你還是你去 witness 你前排看到啦。我就赤腳，我就赤腳啊。我其實你幾歲？你查某老查某啊？係咪？應該是10幾啊。哦，冇老啦。伊無來做工嘢啊，伊無來做工嘢啊，伊無來啊。伊個嘢無來，你是係咪？但係你講你唔知是係咪人？你唔知是本地人啊？是本地人誒。哦，馬來人，係啊。馬來人。哦，然後伊無來去啊，應該伊咪可能知講伊身份是安怎，伊身份啊。哦，即唔知伊樣曉咩？就冇 mystery 咧，可哦，because 伊做過事，所以伊成日講伊可能知道講伊嘅一個伊就袂使出現嘅，可能啊，伊唔係出現。可能咯，可能是安尼哦。不，這一 case 了，有當時樣。有時我樣就去，我阿妹我無佇啦，我阿妹我無出去嘛。然後樣去做咩？去那度講位啊。去那度講位做咩鬼啊？伊個停嘅，唔知未曉樣，只張解啊！你是講那度講是講 long factory 合併敗啦，合晒啦。講大啲樣係那度嘅嘛。伊樣較只安全那度啊。然後樣去夾啦，有當人嘅啊。然後當時甚至有物人無咩相信樣，伊樣就，因為你做嘅較濟是，你看嘅做嘅較濟是即華南嘅 ritual 華南。แล้ว其實嗬，鬼啊 OK，就是maybe share 冇啦，所以鬼啊嗬，就是公司未得閒啊，而家同直接傳嘛，直接插亂，直接傳啊，你講我唔加來啦，咩樣，就再樣。趁這個機會啊，咪來做工啊，做咩事方面啊？了過了，樣公司未得閒，然後冇變咯，叫佢哋某某來咯，所以伊叫我嚟啦，一個是雲南咯，然後一個是東南嘅，像道士，反正就。我知。我就成日你做戲林正英嘅日期嘅多啊，茶嘅多，迄個淚嘅多咯就。我知鹹一下鹹，嗰啲叫鹹咗。所以樣嘢咧，樣叫雲南嘅嗬，我對啦，我如果樣嘅，佢就可以叫我對嘛，叫我對樣啦，叫我對比較冇人嗌嘛。你驚，特別你冇咩相信。其實無講真係驚啦，我無講真係驚，我無講真係驚。所以然後人問，哎呦。先其實叫人啊，頭家講，喂，即係自己係咪？如果係頭家嘅咯，日本人驚係嘛？因為無插銷嘅嘛，因為無呢種事咁嘅驚係嘛。所以咩事啊？是自己人啦。伊 OK，以前我哋伊樣做事哦，樣冇乜來嗬。樣是7點幾，樣過啊，樣2斤嘅就是7點幾2斤，咪幾個時話嚟喎。OK，所以2斤嗬。我即係雲南我對啦，東南我唔對本啊。我啲冇相似嘅，我成日做就冇相似。冇相似，冇相似。東南嘅意思家就我7個月，人東南7個月應該有做。所以呢種事都6月幾啦，面人6 7個月啦。所以伊雲南冇乜來咯，伊隻老嘅其實伊隻老咯，咁就成件咯。伊老啊，就穩固咋？我就穩固啊，所以隻死隻喺度。handspan，伊隻死隻伊隻安哥啊，一定有7、8歲啊，我垃圾啦，แล้ว有一個 assistant 嘅，一個 assistant 嘅。你 assistant 是咩10幾歲啊？未必嘢驚就話我唔知啦。我唔會，我就對佢教。一樣就殺咯，殺一樣就伊個某某是條老嘅嘛，所以我咪對佢教。然後我們樣都在伊個 assistant 嘅一包嘅雲薑粉啊，雲薑粉啊，反正啦雲薑粉加唔知米嘅就話我唔知教一包嘅。所以就是一行時候，伊就放咯，放葉粉啊。棒咯！伊冇嘅係衫啦，以前咧係冇講呢啲，一鋪機卡戳啊，啲戳哦，然後樣棒，一件事，所以為咩一件嗰一個棒經啊？嗰個我就叫做 sick room 嚟咯。OK，對，我就你講佢領導時，你爸爸當面困佢，你講，我困佢，我冇飛到未見啊，我冇飛幫行啊，所以其實哦，伊講就係弱啊，伊你幫我講。我飛到係弱嚟咯，都為原因飛到弱，面試俾我未見喺度。就是伊講嘅啦，所以伊OK的，我到個梅，我咪觀音來係，是梅薑粉，我梅係生啊。你係講我以前話，意思講，because 伊這個物件嗬，
一大邊成久啊。哦。before 起一個 building 啊，一鋼橋啊，或者啊，迄個窟啊，你把海邊一是一個沼澤地啊。沼澤地是lâm產啊，lâm產，OK，沼澤地啊，沼澤地啊。所以swampland啊，是嗰隻，意思係swampland 邊嗰啲啦。所以一做迄道伊人迄個物件大邊成久啊。都是伊出來。你袂去解做咩？特別是人啦，還是伊物件，還是伊就講是 spirit， 有講是 spirit， 哦 spirit。然後所以意思講，如果你起隻小時候，所以伊大係被哭嘛，所以是袂走嘅咯，伊根本免走嘅咯。哦，伊地頭啊嘛，所以伊就惹你款哦，咁好，即係可以一個尾氣啊，而且泡啊。哦，伊成個只啦飛機 emergency 時候一點嘅可以，伊踹去裂去什麼啊？裂去什麼啊？伊唔知講伊係走咪走去咯。哦，伊是計傾，係先。你要直到來，有直到念條講話條，還是冇伊冇出聲？有即係念咪鬼，我冇聽你念，未曉啊！伊念唔變。咁伊嘅是做龍咧。check 伊款啊，係款啊 check，直棒，成路在人，你做戲啊，棒bomb嘅事啊，你話事戲啊，又點啊伊，咁啊，伊棒就係咯，一棒可以出去咯，但是伊出唔出，伊別 control 咯。你等陣我想下，伊棒 bomb 嘅意思是講伊掂掉咧，還是講你頭殼咧下落去呢？就頭殼下咯，所以落一擺，而家你落一擺啊，三一萬咧嗰啲。把梅啊，把梅啊，一棒啊，棒哦，OK。棒咧就拍灰啦，是拍灰可以出啊。你咪是攰頭殼㗎啦，見會見㗎咯。啊，แล้ว攰啊，就next day 計隻手，攰啊 next day 啊，你計隻手啦呢。而家你舊大佬啦，所以而家一個棒就係。因為bằng sông鐵啊，係咩啊？嚇，鐵釘，唔是鐵釘，一張。啊嘛，是件鐵釘，咪嚇死人啊！係啦，人哋人鬼啊，變咗人哋人咧，搞笑。哦，OK。但係毛菇哋人咧，當見過是啊，即係啊，葡萄鏡咁笑，super jet 嚟度搶。你講你講伊放咩鐵？伊唔是鐵釘。OK，依家我鐵安一個啊。哦。即係就係鐵啊。你係去迄個 hot area 啊 ，hot area。hot area 就是講個出牌呢。有垃圾咩物件，伊就係一個鐵啊。伊就射掉啲面啊咯。你看到是係個 sick room 有係啊。有本然後袋咧有係咯，你我把頭受咗，然後有幾粒位啦，不，sometimes。即係樣做工人啊，樣唔使樣同啲除咗一隻行頭啊，佢上細行啊，對啊，樣去困啊，懶人多屎尿，半大人啊就洗照借啦呢。啊，樣去困啊，樣去啲係冇啲嘢AC room困啊，你個咧樣做作喺度困啊，咪樣做工咋？都當時接片呢一樣啊，嘅協商一樣樣冇困呢咯，冇關係咯。有冇潮啦？你啱咩 GP 啊？反正我就實際我依近啲嘅人啊，近啲啦 ，before 講是你到時未必學別人講，你即係講啦。所以近啲嘅人嗬，伊講一定看到嘅咯，伊其實伊啱咩一定看到嗰物件喺度，要問啊，不伊無去插銷伊啊，伊講伊無去管伊啊，伊講食濟啊，但是伊迄個酷個咧是雙臂嘅咧。之前是雙臂嘅，所以一看到，一看到佢好似講，我做齊嘅，講老細人為 building 啊 office lot 或者工廠啊老闆處或者要即係最頂多嚟最頂硬食啊堅食嘅啦，just ready for 冇水用嘅啊，所以可以看到當時係後尾伊實到煮伊阿咪燒伊冇煮往冇味嘛，阿咪燒味嘅食冇嘛。所以2點幾3點我能做 shift 做 break 啊，所以伊可以當時寫物件看到話咩啊？咁我哋一個啥頭毛長嘅啊，所以伊頭毛from 伊個最頂嘅地面，下過來鋪卡啦，嗱，長啊，你頭掉掉啦。喲，伊是頭多下邊，伊是多下邊跳啊，是啊，多下邊啊，
因為就看到你看到你就講你叫咩啊？司老闆啊，是或者冇啊？等下到啦，可能跟他頭呢嚇，因為人係看到人等人是冇去管你啊，我是冇去執小嘢啊。哦，可能係咪即發生翻物件佢啦，發生翻物件佢，所以有節目啊，當時會有人亂講啊，แล้ว會當時阿咩啊？2、3點啊，3、4點一 call 喂 operator 啊，是喂 leader 啊，是喂都一 call 嚟啊。因為嗰個啊，你後尾 machine 啊，佢去叮當啊，我諗我係 auto back machine 啊。所以呢個叮當喺度，啲小巴到嘅 office 頭前啊。或者我自己6、7點咧是 ，I think based on my experience 啊，我不弄到我 feel 到 something 啊，弄到我是 feel 到嘅。我是 feel 到，但是我冇愛去從事下面嘅，我冇愛去理啊。攞到啊，7點幾啊，我講我係秘書嘛，接咗 office 咗。一個月我好似潮多點潮夠，依都奇怪啦，because 後尾後尾嗬，佢另外一個 building 嘅。所以 building 是冇人嘅咯，冇人不奇怪，冇人不接近 ，only warehouse 人接啲係咪叫 scrap 嘅咯。人啱啱7點幾是根本冇人嘅。如果佢就人對於 office 上講，對於冇半人嘅，我係代表嗰就 stay back 隻喎。所以呢種時間攞到啊，比上我 experience 攞到啊。以前講殺梅啊、潮狗椅啊，都籠裏邊啊，可能。你是聽到啊？我聽到，然後我就奇怪，我秘書講，點解是時候叫人對啊？伊講是時候叫人對啊，走啊，實對啊，比如人但係人係7百蚊啊嘛，7點200嘛。我諗，我成日有收視我可能我好潮在邊啊？一做啊7點幾時啊？幾百磅是 QC QA lab 啊 ，lab 啊，咁樣回到啲4個人走我得出嚟啊！我不想啲數啊，實就會笑咯就，每樣笑我都會有咩數，開每樣咩數因為冇啊，唔知點解睇條咩線啊，走我得出嚟，樣馬來人樣差唔多樣正，那只奇怪啊，人啊正少咗乜嘢唔知咩數啦，唔知咩數啦。maybe 樣嘅 wavelength 啦，樣上線啊。maybe wavelength 啊 wavelength 啊 ，maybe 樣上線 scientific way 啦 ，scientific way 啊，我時間上線 ，if we proven with scientific way then 特別 interesting 喎咯 ，from somebody 係 skeptical 講鬼物件，特別如果 surrounded by 只嘅可能物件是講你自己本身無上線嘅啦。我冇講正上線啦 unless 我有影，我 feel 到哇，我 feel 就是啊，我就行走啊，就係嗰個叫後面嗰隻即個咩啊？紅雞多位啊，紅雞多位都得，對，你係你唔係咪講啦，你就幾多呢邊？我知，你會唔會都叫咩嘢？到後面咩句咩？我都被佢咪數咗，因為老闆股東是要做就冇俾出嘛，要做 management office 啦，所以。就我就在一起咯，我在一起，然後佢一對面咧，朋友咪去節目都叫我我後來冇在一起，所以其實我就接嘢處，見處依邊因為邊移民啊，然後依邊，我一時我未見咪 blog 啦，但一時一啲 ，OK，依度啊，I think 佢講咧，依落去一啲，我依處造成真奇怪啊，我分別處造成真移民咯，依唔是apartment啊，依是托卡啊，依是apartment，依 apartment，但是依有一個筆哦。我係記一隻筆是一落去一啲哦 ，because 依處啊嗬，依所依 unit 落去一啲，依 tower，依斜斜啦嗬，攞紙皮啊嗬，即係攞房間啊上面啊，就咪落一啲哦，我知，然之後起樓頂是落起樓卡。濕嚟咧，可能。我個意料，我不知我背成個表寫啊咯。我拉曬就我想佢啊，maybe 是成個是maybe 是阿龍嘅厝哼，你阿龍嘅厝唔是？一隻 force 咯，一隻 force 嚟。哎呦，我唔要叫佢哋厝，一落去嘅。你接段每是到啲內位，你有時會然之後起樓卡，起樓頂你是一時落樓卡嘅。冇唔是成個阿龍嘅厝，要斜坡，要斜坡。阿龍厝冇樓頂嘅嘛，阿龍厝是
我住樓頂特別，我唔是玩喺樓頂，落尾那時講我俾樓頂會俾賣嘛。哦，應該是反正就特別我在定嗰時，喂，有啲出現，你看你是接起嘅是伊即係起樓頂。有些有反正出嘛才是。為了切波。係你冇係你啊？到啲喂記到啲嗰啲學做會啊，未冇人看得出喂嘅。啊！呢隻結果有啲比較好。你呢度垃圾冇好事啊？啊！別，我冇咁驚。伊是伊冇，伊想無一頭嚇。我非常只音量係無一頭，就一級糖下，伊無一頭。但民主可能是伊到啲線背，伊是你在能用 unit 到啲線啊，你到啲線背平嘅，maybe 伊落去唔知。有可能係嘛？唔係伊confirm唔是背，唔是背，唔是背噃。特別無一頭啊！你感覺到伊無成日講佢條糖啊，面就無啦。啊，然後伊。有啲包上線啊，肯定物件呢。哦，伊啲上線呢啲，話特到before 伊啲特到 share 我伊 experience 個了。哦，真好笑呀！你確定你在 share 你把幾個數讓我聽。特別，你唔是貴啦，唔是貴，唔是講你裡面嘅係幾人啊？哦，特技人啊，OK，確定成個白人聲，係你我學我未學白人，有白人咪叫佢 share 南西，你講，但係你咪講你鳥誒，我都飼一隻鳥，了伊死去還是對來報夢嘅隨頓咯。對，我飼一隻細隻呢嘛，包括真兩隻安尼款呢誒，隻細隻咧伊。嘛，大隻，你看爸媽，伊是第三隻啦，就我是唔是講，這隻應該會成功啦。rescue 人啊，去救啊。rescue 伊，伊是上隻 batch 上隻 batch 狗囝啊，鳥囝。上 batch 冇上。以前個7、8、9年前咧，有飼到一隻，本是死去，冇上 batch 啦。冇上 batch 啦。了小杯即係最近這2-3年，個 rescue 見2隻咯，2隻本死去，哦，所以即第三隻嘅時候，我就是較小心較細緻咯，因為以前2隻你看死去啊嘛，救袂活啦。了第過了一個禮拜，我是唔是講這隻啥是會嗬？袂歹哦，因為2禮拜看伊較活動啊嘛，把手本開咗喎，都好勢啊，到成功啊。你問下再嗬，伊差唔多第10節啊嗰陣時候，一隻伊成幾隻成個無出聲氣了，無單無叫氣咯，女起來很好，女起來可能哎呦死啊，唔知點解，較緊帶我較緊帶去看胃咯，了胃甲我講，伊講即個別講啊喂，因為尿驚嘅事實，你看了嘛，尿驚養個油viên嗰時，我講你使家調水較啥物哦，放藥啦啥物，伊講袂，因為伊個viên上細。讓被拍被綁針落去啦，然後講你對佢你看安怎咯。伊若是往時伊個過關，伊就 OK，只鳥就是一隻講乜你知啦嚇，睇咪佢家己挖落去哦，你講咯。你迄隻伊未過關就是未啊。對咯，你迄隻阿妹，伊隻唔知12點幾一斷氣嗰度，一斷氣斷掉斷氣了哦。斷氣是啥物？斷氣。一氣哦斷跳氣哦。一直係對佢，我較緊做迄個，較緊去馬上去做咯。CPR 你看到咧，叫挖到對。哦，挖到對啦，差唔多嘅8點鐘10點鐘，你一個隻隻看。嗰陣你到對啊？嗰隻去，直頭是死咗咯，冇咯。你係1點幾啊？誒，我就好噶，唔賺咗咧。哎呀，我俾啊啦，我講我買啊，可以4隻我買啊，我俾啊。你一個又幾大？而且我大啲我係厝嘅。內邊嗰隻，我唔是帶啲外口，我唔叫佢外口店，我是話帶啲我厝內邊嘅裝下卡呢。你厝托卡，我厝外口有托卡嘛？會我扛帶落去嘅，我厝內邊。哦，即係你到底你комп包內邊啦，到底你комп包內邊嘅裝卡去帶啦，裝卡帶，帶咧就計講咯，講你好好的走就好好走起啦，會到落嚟做一個健康嘅鳥咯，嗰時健康嘅物啦，咁冇咁少啦。所以阿妹，我別記得是唔是上次咩？嗰時因為是4-6年前嘅事啊。我忘掉，伊嚟講鳥。我是下。伊講，所以幾咩貴啊？你啦，白鷺啦，after 都掉貴啊。我別記得幾咩貴啊？嗰時上迄隻咩啦，我別記得啦。伊講好，伊講我走了嚇。我感謝你，
我唔捌香港過咯，因為我冇上過演香港嗰年嘅，我唔捌上條本。你而家你講嘅是，伊是幫佢來嘅講。幫來俾佢講。你看到伊有幫嘅？我看到伊。你伊講嘅是，伊是免講話，伊是你看到伊面我在意意思啦。我在意意思，你講。自己喵。哦，冇，伊有影時我聽到迄個聲是甲我講，伊講我走了嚇，我把路。我真歡喜啊！我你感謝你啦，你過了我你節日啊，講我唔捌香過啊。我咪冇機會，食屎啊！我條條係講上大聲嘅，咪後面叫錯。我就係咧，鳥一來從都是鳥嘅形啦，唔是講鳥嘅形嚟咁。喵！我在是喵了，奇怪事是安怎咯？我昨日是我講我在啲我幫啲紅包位嘛。了迄個大伊嘅所在吼，伊達到出一個章嘅，我人 Q 掉了吼，伊本出到對一個章，就是出一個吼額頭嘅章，整個額頭迄種嘅咯。我是有在即個章，特別吼，我達到我有陣時我係迄個甲我家草嘅人啊。有陣時個幫走佢嘛，伊本是出一支細細支嘅雜醋味。伊大伊會咯，話你本事嘅。我只係屬夾開你賺嘅嘛。你伊就是安尼看，伊是袂講亂寫賺嚟，伊唔是種係咪？野草，伊唔是啊，伊是種你種額頭嘅賺咯。特別有點花，有紅點嗰種嘅啦，加 red 淡薄。叫 baby 啊。baby 啊，嚇 baby 你曉啊？迄個 baby 你曉啊？伊是有幾個的？幾個咩？是啊。baby 呢？即個 plant 吼，尤其是紅色嘅吼，伊有影會食迄個垃圾物件來大一點嘅啫。出名，伊袂死嘅啫，真好料嘅。伊都辦掉伊啊吼，伊也甲一個禮拜後，伊個再生另外一邊出來啊嘅啫。伊上加有迄個 mushroom 嘅 seeds 啊。spora 呢，到底是幾？spora 安尼款嘅物件。了而且了 then 了過後我就擱再叫到伊嘅小妹咯。小妹仔是麻上嘅啦。伊麻上嘅，特別無上太啦。無上太咯。但係當然我哋話，當然特別錯伊嘛，去驗咩？話當然是成日同我阿輩我錯別掉，我就是真係到驗伊，我了別啲伊。伊嘛本無了 ，after 我行了，伊小妹了嗬，伊嘛本胖無了，不過我拖住了。我都是隻狗高啲咯，但係隻狗拖咯。你都驗冇未？菜狗？呢隻狗啊，呢隻狗呢啲阿輩嘅，我唔知安裝啲頭整隨意。你去問 message 阿輩，問 message 阿輩嘛？或者係咁講啊。OK， 咱哋我個幾個人，話你先，話你個 join 人嘅，到底即係幾間個人嚟啊？幾間到底啊 ？Hello， 大家好。你冇開 camera 個啊？冇啊，我這邊間2點幾啦，係我3點啦。OK， 嗰一台灣 message 到底 YouTube 嘅咪做畫面是咩？我有啲唔係嚟過啦，咪我走落。Mandy 你名咩 ？Hello， 你名咩 ？Hello， 我來過。你來過，你名咩？小雜寶。小雜寶，你是小雜寶啊？我咪拄過，你係小雜寶啊？冇啦。你咪是把你小雜寶。即係新加坡嘅小雜寶。冇，那個小人、小寶冇小雜寶嗬。小雜，我幾年前有來過，特別真正年我冇來。特別你咪是講小雜寶啊？你咪是講，你冇 subscribe 到我嘅你 newsletter，你冇收到講嘅即係 weekend 落。冇咧，真正年我冇收到啊！我第一擺是過年嘅。我寄下你話 email 當你有你 email 啦嘛。啊，如果我直接 add 你 email 去，我係 mailing list 去。會使。OK，嚟，then 你幾個數講嘅小雜寶？我先講啊，就是你講。我講即係舊年嘅。舊年我參我大部朋友去迄個馬考。澳門對。澳門，我唔得講，阿龍我得講。澳門是。我本白曉。
澳是澳門咯，澳是澳門應該叫嚇。澳門啊 ，OK。未曉，阿龍個買價。哎呀，阿龍，你看阿龍嗰度點樣拍咗個買出聲啊？OK，因為舊年我從我豆朋友去麥考，我去羅節嘛。然後 after that 我就去多一間學校，伊是做新嘅啦。然後伊嘅 logo 是有一個像白盒子嘅。OK， 然後我人就去多，伊個房間真水，真正大間。OK， 然後我教嘅頭一名。我就去教我出來人 video call 對講話嘛，然後到朋友就去博繳了，然後就講，對我就講卡西諾，卡就卡西諾呢，然後我就教我媽，我智人講到差唔多12點，我佢記住12點，因為我 boyfriend texт我妹，我阿落嚟食物件嘛，因為伊卡西諾真正係 free bites 嘛，然後就誇。free bites 攤食嚇，有攤食叫真正這點是咩？OK，然後我就看一個時間，12點準，我在12點準。OK，我講12點了 ，OK， 我講等我一下，我去幫住下面先，然後我就請 A 落去。OK， 然後我就請 A 下面哦，我就出咗房間門，我就開門，因為我房間是對middle， 係叫咩啊？中間。中房啊，中位，中房啊，中位啦，你房間就中位啊，你考慮到係中位。我家己 live， 我愛過10幾間房間安款嘛，我一開門呢嚇，我家無配甲了藏起來。我無 experience 過嘅。是對，是平時看幾個人啦，唔是南西啦都。哇，我唔是，我無感覺。我未看到，我冇咁解。然後我就叫我陪佢哋唱起來。你是特別驚嘛？你不敢講？我一人呀。我一人呀，因為我家己坐 lift 嘛。我就驚真正咩，我就去到呢邊，我就慢慢掟迄個button愛落去。我就掟，然後迄個 lift 我唔知安怎呢辦呢，真正辦。然後我就等時，一後尾佢了拎，我就後尾佢了長毛棍拎，佢了真正拎，我係8隻真正拎，然後我就驚，我就看來看去，我就看來看去，我就真驚嘛，我一人，然後伊學啲有淡薄暗安尼看咯，因為伊灰嘛，然後我就慢慢然後伊lift落來，我就慢慢走入去，我就切。1樓，我就慢慢切，我就慢慢掟開門。然後 once the door is closed, right？ 我係心臟 right， 就是可能丟掉安尼款啦。對。伊成個安怎？你成個學人嘅手丟啊？丟到你心肝頭，心啊，板了暗啊，心暗啊。板就暗掉。然後我一人呢，然後我就規人飆過，然後我嘅無陪本是長起來，然後成個伊是飆到真正暗，你成個愛嚇愛定安尼款呢，特別我知我唔是，然後我就規人我就愛嚎了，知無？我規人就愛嚎了，然後我就真正驚了，迄個你會成個真正白，因為我住10幾樓。我係落去1樓，然後我就感覺迄個時間是過真正慢，特別吼 ，OK 就到1樓了，門一開，我一踏出去路邊呢吼，還沒感覺本無咧。是跟他到啲電梯那邊呢？對，一頭我長毛棍還沒本無，一頭成個 normal。everything back to normal。唔知是啊，我講 electromagnetic field 嚟做到 feel 感覺嘅，你可能唔知是哦。因為我去到馬口迄陣吼，我就感覺我無暑假了，因為伊互我感覺是啥新 city 了，因為我是3月，對，是新 city， 因為我其實是3月，伊成個雲頂安尼看，伊是規個 city 蒙成個。成個布真正有煙的可能啦，真正這煙，靈靈嘅呢，
零零安尼款，特別是你是無暑假哦，我是感覺我是無暑假哦。哦。了，你頭一擺去呢啦，下邊。我頭一擺去馬考，頭一擺本是交尾一擺。哦，所以你對 rasa 冇，你唔是講成日講哇，成日暑假，而且新嘅 city 你成日 excited，你講你冇你只去，所以你對 rasa 冇。我無暑假，我無暑假馬考。我去日本係咪我本無感覺，特別去馬考呢，哇，我個人哦，白爽，真正是個人白爽。แล้ว第二日本是，第二日冇安尼解啦。但你就是你把日這陣推時，把刀這陣推冇呢，感覺啊，就是黑一刀呢。只係黑一刀呢，未了嘛，了我一人呢嘛。衰啦，迄時我本來物件啦。唔是來物件，是佢冇來嚇，阿冇估，安怎係來物件？唔是鬼唔敢來，係來物件對 attract 鬼來。我暑假啊！是咩？我就對想啦，是唔是我來物件了？可能運氣低係咪？係咯。係咪？你是來鬼來硬咧，是運氣嘅我感覺。可能是安尼款啊。有第二間，我唔係嚟過，所以我唔知講我幾覺得食嘅。第二間阿妹我能去食，阿妹我能去食supper。因為我 boyfriend 嘅朋友 KL 人，不是對呢邊做工嘅。伊就來花車載咱去食supper嘛。我一坐去伊車吼，我個人就無爽了。我個人無爽啊！我就特別卡掃，我是卡掃 all the way，all the way until I finish the supper back into hotel。我本是卡掃俾嘅。我唔知是我 body length 係蝦米，特別我卡掃你本是有一個時間停嘅嘛，對無？伊是無誒，我啉燒水，我啉檸檬茶，做愛蝦米本。冇用，特別卡手。特別我唔知你是感覺，有時，有碌卡手，有碌卡手啊！你是感覺就是想講有淡嘅卡手，還是嗱我個帶還是打上面安怎卡手？伊是 simply 卡手呢？伊是成個特別會後領有物件你看呐？成個裡面有物件你。被卡一出來，看下對，特別卡手卡俾嘢。我唔知係咪數啊，冇俾人講啊。按照你殺咗你卡手，我講我唔知嘅。我講我去前啦，我就是頭卡手到呢邊，食了對嚟本卡手卡俾嘢。其實安尼款咯。等陣我俾個人講啫，若是攏聽鬼告訴啥，大媽這裡就小雜寶好，你攏是會去。本來學見，本來到尾學同啲錄音時，攏會參加嚟講，我係使去即係本來學見網頁好，แล้ว你去即係newsletter 嚟掉，你去本來學見網頁，我你 sign up 你啊 manually sign up 你啊，小雜寶你解釋啲，แล้ว你叮當嗰時我換我 system 我 email system，所以咧有啲人新嘅 system 又未試掉，但是講攏會讓參加嚟講嚇，攏唔單係使去即係 newsletter 位，你看一邊伊 website 位啊嚇，即 newsletter 位你去你 newsletter click 啊嚇，你明啦，你話你 sign up 你，แล้ว你去啊即係第一份 join 本來學嘅 newsletter 時你係你名就去啊，แล้ว你對 subscribe 啊，把啲事對收掉啊，對收掉 email 啊。แล้วแก落音時嘅，佢講其實啊，我就係講攏有濟人會參起來頭，會講物件，你較濟是鬼告訴嘅，我冇講嚇。我特別muốn聽誒。所以攏聽啊，鬼告訴會講嘅事。有時我對邊咧哦，然後播 internet 嘛，我直頭到邊邊先。我只 key 背叫我就聽。你冇鬼告訴你有聽？我冇。所以你今日聽鬼告訴你啦。對，我聽鬼告訴你。OK， 所以我今日有鬼，今日聽鬼告訴你，然後嘅咧個基本嘅啊 ，OK， 我是個聽鬼告訴你。แล้ว等陣有看過，就是點啊？就是叫我嚇，我哋都。哇！講點啊？你講一句，我會你再 repeat 咯。middle，點啊？你講 middle，同意。你講
中位嚇，你講中午係 OK，對你講中午我是講中午嘅。法人誒，毛毛菇中咩？我佢只講中午啊。哦，好猜，冇人買叫毛毛，我猜我笑我事，有人講中位喎，有人講中位喎。 em mẹ 買叫毛毛菇啦。喂，anh em講，我你是講中位？就乜？我講中位就喎。乜就乜講？back 啊，人嘅 back 啊 ，human back 啊，是叫加隻，還是八隻？哦，八隻，咱個八隻，八隻，我冇聽過喎。你看，嘛？我是講甲隻，係我人講甲隻，特別有人講八隻。誒，特別按照阿龍啲邊名稱會跳嚇。阿龍，你卡嘢起來那時都會聽到我個。阿龍，一半段你看，一卡哨啊，等於辛苦呢就。啊，你是卡哨係嘛？阿龍嘢起來是你卡哨是？哦，是嚇。你按照講八隻，唔是。中午還是中位？人家寫你講就等嚟可以講到，等於佢 Clubhouse 計講一半段起來一破半數。阿龍叫我人啫，阿龍，伊特我唔知做咩啫，伊手伊個夾掉，伊是未接 Clubhouse。哦 ，OK， 起來 Clubhouse 嚟講 ，OK， 嚟。我講我係你，我講我。嚟，記得嚟，係你講。啊，我前兩禮拜唔是我係換過幾時呢？哦，我唔知喎。我會記。有咩你到底係 send WhatsApp 啦，我講。有咩？哦，你說我都頂住到不，我頂住到嘅 recording。我假如講伊 critical 了係嘛？你幾時我冇講我實事，就係講我係 critical condition。當 recording 曬到我講我假如講誒，我知你講你未來，特別我唔知寫咩事。講伊 actually 伊 critical condition 了誒。哦唔使咪大聲細聲啊！有啊。哇！較細聲，我是聽講是。你較我呢喙咧？講啦，講會使啊？嚇，較大聲，按照較大聲嘅。我 Q 出來啊，咪用我咪。哦，你咪用你咪哦。啊冇。你即係用你咪 OK 啦，你是要記較我呢？所以你話頂兩三禮拜嘅數了嗎？是唔是？兩三禮拜，讓第三位 recording 啦。三禮拜整，對，三禮拜整，嗰陣時伊未幾時呢？哦，我人對伊看伊咯，伊是critical啦，伊 coma 橋了誒。所看過後對我對來先 ，then 我係按到樓底邊㗎講伊咯，啲 hospital，所以個，你 actually 咧，本是有我。因為 hospital 我有出節嘛，那本身對着我對咯，對厝對去外車啊，咪甲了我叫伊，我本知啦，安怎 handle 啦正嘅，了我按對來我嘅 Airbnb，本是對伊，本是有對伊對來嘅喎，所以甲了 OK， 這本唔要緊啊，這就 normal 啦。了所以我對來，我就對來 KL 咯，我按部對來，了按個第二個節啊，你嗰陣時嗬，我按第四個節，我按就打電話講。get ready 啦，應該是 anytime because doctor 講是真攞節是驚攞節，但係 Q 伊係嚟啦，I Q 伊伊 life support 嘅物件咯，所以OK 咯，你去試試擺時，你擺時聽下晡喺教講，你啱咩事我教講，哎呀，我媽就個 Q 啥啦，是伊咧擺過來 Q 迄個係咪嗬？我講人我拜講喺隔離腳白啦 ，maybe anytime 本啦，你看你我講開係咪腳性？你我哋收起來，我驚就用掉我係 study room 啊 ，which is 把我自己嘅啲環境啦。So after that 我走起來用了波士啦，伊落去我走起來，我一起來嗬，我看伊每部琴嗰度，佢哋環境會嗰粒部琴，可以嗰粒部琴了，我就直接來環境，我就避掉一個。Jasmine 呢邊啊，嗰陣時。哦。我記得 Jasmine 呢邊，你 Jasmine 呢嗬，你話點樣？我在下面數咧。望靈花，未到。我在下面數咧，我就落一卡。花語叫茉莉花嚇。對，花語叫茉莉花對。我就落樓卡，我講緊講，我看我平時跳3個好啦，所以我就跳我白啊咯。แล้ว媽仔因為我起來時。我看到我嘅囝無看房間門嘅時咧，แล้ว我就
講我驚啲樓卡，我講做咩你扛經會無扛咩？啊，你看灰本無扛，你就走起來咯，走要對掉我後尾走起來，走起來咧我避掉喺你避，我無講下面嘅，我落去啦，我講我叫3個好啦，所以叫我夾住要嘢挨晚嘅時間要嘢補咧，要嘢走嘅啦，有嘢走啦，你看挨晚係咩？挨晚就是下晡7點幾啊，忘記挨晚是咩？7點嘅事啊？挨晚就係咪話咧？唔知喎，二晚嗬，還能話嚇。二晚嗰時係咪？我能講挨晚嚟喎，你你晨白樣嘅時間啊，還能晨白樣時間啊？你二晚啊，7點幾嗰陣你卡嚟講伊無了，你講OK 好彩我暫時扣3咯，然後8、9早起就飛機對咯，然後我坐入飛機嘅時對調去嘅時候，我唔會驚，我隔嚟問伊講，你暫時你早日走起來，我扛勁，我甲你講旁邊咪不扛時，你走起來時，你有比條係咪比數？我問伊咯，伊講我比條會嘅比數。Oh shit！然後伊講無講嗰陣，然後我比條會嘅比數，因為這種會嘅比數係奇怪嘛，不可能嘅嘛，咁冇。你伊講我比條會嘅比數，你講咯，我問伊甲講嗰陣，你驚快掉下你驚？我唔知哦 ，maybe 較慢啦，我唔知。你冇會啊？你冇想借了講每看，或者你看掉時，你問人。伊特別伊知伊即幾年較知啦，我係即個情形啦，伊即幾年較知聲，我冇解講嘅。哦，你冇同你講過要看掉未看掉噶啦？係冇講，可能成個我啦看掉嘛唔知事。你啦，佢冇講支持啫，細漢時佢冇解講。你是講買，你想買計講是買下一輪想係。上細漢伊無明白，所以無計講啦，計講伊都實定你計講，我看到這裡咩咪蝦你啊，所以唔是蝦啦，伊就奇怪。你不知你細漢嘅時你冇希望啊，伊爸都知啊，伊這幾年我有計講啊，伊知啊，所以我厝嘅我食大波咧是真啊，伊樣極加正濃嘅。哎呀，這係咩？我阿妹是極加正濃嘅，極調正濃嘅。OK。極寬，伊樣極寬嘅無半行嘅哈，無半行啊！你看伊人歹行咯，伊樣想要 steady 啊！你看你得包，我冇講，我真驚，你咪講，伊無可能人肯極加正 steady，特別我知樣真驚。阿龍，中午也是中午，我講唔掉，我講中午。冇啦，唔是講唔對，邊咧人家己，冇唔是邊咧人家己成冇講中午嘅。哦，但係咱專照嘅話嘅啦，嘅啦，啲邊咧你學嘅話是會嘅嘛。哦，係啦，唔使最去 improvise 中午出嚟，特別你 trace 到對中國，冇人講中午嘅，跟住中午嘅。跟住邊咧嘅，我就跟住邊咧人講中午嘅嚇。係啦，我咧，咱梅嘛，咱講梅是蒙嘛，蒙。啊，對，就是因為有可能伊想到，你講咧，because 伊樣 language develop 有當時要對出嚟攞嘅嘛。哦，係啦，有啲人變做自己 improvise 咗，咱邊咧嚟講佢哋啊，伊多啲無上地灰啊，但係無人講地灰本嘅啫，所以多啲無上地灰。普及嘅地灰。好似邊咧人講就係地香，有時講地香嘅，睇你字啊，係啦，人邊咧人講啊，伊多啲無上地灰啊，呢邊都是邊咧自己嘅家落去咯，自己嘅 flavor，所以你會使講中文嘅。咁寫，你是邊啲 local 嘅嘛？特別我要吹個別人講哦，即係對那個是Melvin Lee 真係 message 我係講係 John showing some support with super chat regards Melvin Lee， 感謝 Melvin Lee 嘅 message 我到啲達成哥你咁樣 Instagram 嚟我看，感謝我嘅支持，感謝佢意思，不過佢 episode 是真係啲人咧。係嘛？做咩鬧即係咁啦，即係咁啦，你到我女你話好下啲啊，你交俾你做亂人。天就咪要定啊！但係冇啲人，咱落嚟搞牛搞，其實牛搞嘅時冇甜定十分鐘鬼下死。冇順利。未使講。我愛講頭晚我聽到 YouTube 有人講，有人講甲只，有講八隻哈，攞你冇嘅，好少話是叫八隻啊只。啊 ，OK，我是叫八隻，
因為我甲我翁講話，大大咧是講甲只。甲只我人叫甲只啊，即個呢小查某你是講八只吼？小查某你安怎拎到邊個啊？哇！我是古早朋友介紹嘅嘛。特別你唔是邊個人，特別你講你對邊個？我 SB 人嘛。哦，算係不但你，所以甲差別很像咁崩嘅。誒，是因為我人是講潮州嘅嘛。哦，潮州講八只咩？梗係。蘑菇，你講八只？我講八只啦。八只我一個冇。八只是八只。八只。嗱，這是嗰隻是 M 啦，嗰隻是你 M 啦，這是。耶！唔是你啊，蘑菇，小查某講八只，唔是八只。八只啊 ，whatever。嚟，小查某你是講八係我成個 B 部八只，對。แล้ว蘑菇是講八只，所以你哋是 MS， 你直定推落啲八只係八㗎啦。我八只八㗎啦，對。啲 MS 見過蘑菇啦，蘑菇可能大嗰啲就部。哎呀，搞到上面咯，直接好玩無理。是啦，你就喺度好啊。係啦，食夠夠。哎呦，就是講到位。我食個椒嚕了。哦，使。你等陣你上面，你今日刷。個咧有你呢？tapi你講咩？特別你有人講話白刷，有本來好可能ถู啦，唔使講啦。白，我要去白刷了，白刷嚇，做咩冇嘛？唔使講白刷誒。sen 啊，sen 刷，伊腦裡面是上嘅，腦裡面是刷誒。伊人是白山坡，伊是白海沙坡誒。嚇。哦。對，我講另外一個咧，我記咧就是關係。我講關係。anyway， 動物，特別動物，我講動物喎，我特別每一個啊，我分每位，往時我講嘅物件無相嘅嚇，唔是講唔對啦嚇，無相嘅，我特別每位出來啦。特別我同你講動物咧嗬，唔是講嚟攞嘢，動物是一個真係 commonly 變成 nice 嘅。OK，因為咱人關係上講食飯譬如食飯嘛，開門是開門嘛。所以就真是人想講佢哋做搞啦，係種中午咪就變中午咯，其實是無中午嘅，無中午嘅。你個意思樣是無上物件嚟咗，係你夾半夾妹，係你是無上 category 嚟嘅。你試下咯嘛，你試下是中午啊，你是 NG 啊？中央咯 ，NG 就 NG。啊。แล้ว就是講，我就講會啊，我會寫是會 UINN。哦，係變咗有人寫咯，嚇呐，I mean 你講變咗講乜？有人寫啊！伊邊個是變人甲有嘅一種 common 啲啊，嚟寫就對。咱人變今日變人有講嚴重，嗰是嚴重啊！伊是而且是嚴重嘅嘛，特別咱講嚴重嘅咗，係咱個人緊張，特別咱變人講緊張嘅咗。對。即係其實變咧有呢就冇人有嘅。這場款呢？我愛問阿羅 ，because 阿莊佢就講慢食是鹹食嘛。哦。特別我啱講是慢，上加 Cantonese 是話慢食啦 ，stubborn 啦。你講人慢食啦，攏是講慢食，是講係人慢食是唔是鹹食咧，慢食唔止鹹食，慢食是講伊人自在。慢食啊，成 Cantonese 慢食嚇，是唔是？應該是啦。所以你隻 T 嚇是慢食啊 ？T 是真矮 ，T 唔係矮咯。你 stubborn 唔是矮啊 ？stubborn 是矮啦。嚇，特別伊講慢食是矮喎，慢食是矮咩？慢食唔是矮，慢食是唔是揾阿華嚟咩？慢食唔是隻野蠻嘅人咩？冇喎，我只時候慢食咧，伊隻慢食就是講伊隻鹹食。唔是，但是是冇讀冊嘅人啦。慢食是一種 rude
冇，係 accrued 呀，accrued 伊唔是 root 啦，錯咯，伊唔是講錯咯，伊是講伊是種加古劇啦冇。哦，古劇都是解咯 ，stubborn 咯，特別冇啦，古劇都唔是解，我講解冇得對，解是就伊是就persistence，以前就愛迄個物件。伊無得都是歹嘅事嘅啫。嗱，我聽豆嘅阿就會講咩？翻去咯，咱左左必歐咯。嗰時咱啦，我未 discuss 啦。咪見啊，咱學嘛，別嚟學緊話。啦，你學嘛？走左必歐一定要。一個講我覺得笑啫。啊，我覺得笑啫。I think 是 different level of 愛啊。你睇下different level 嘅。Because 有另外是好嘅啫。特別我講bằng實嘅意思是完全嘅冇對伊嘅意思對啦。我講bằng實，我講未使講正嘅只句啊。我講bằng實，我 feel 就是鹹濕，你講bằng實嘅，所以伊下面物件，伊去解出去隻物件時候，伊就大行尾叫你請嘅，伊只bằng實嘅。我成日講咗。即係不會使講bằng實，你是鹹濕，你是叫鹹濕。啊冇，鹹濕是種伊唔知禮數嘅人嗰種。伊唔知禮數嘅人。伊冇咩會曉做人嘅人。嘛是bằng實，本是bằng實。bằng實是像個辣架呢啦。辣架就咩？即係我是辣架，一隻是辣架誒。哦，是辣架，唔是優秀啊。是辣架優秀。因為bằng實話啦話嘛，嘛是用bằng實啦。所以一隻大就 fucker 掉啦，所以咧是咪先？真正應哦，一隻就 describe 唔可以咩 ？arrogant 啊！我啱同我講是上架 exactly like Cantonese 慢實。Cantonese 盲塞係咩意思咧？性盲塞啊！唔係意思，盲塞是種你講別嘢嘅啦，拗板。盲塞是講乜話嚟啊？係一隻拗板咧，係你講別嘢。哦，拗板。伊唔是矮，伊唔只是矮咗。盲塞是只講乜話嚟？唔是 taken from Malay， 盲塞是 taken from Malay。哦。特別啦 ，Wikipedia 講啊 ，same definition 啊，我Malay 咧響came from Chinese 喎。Which I thought was interesting. Maybe 就是盲塞嚟咯 ，because 你冇想所在，你講古咧嚇，樣變咗冇想意思嘅。因為總之是冇好嘅意思嚟就對啦。總之嘅話，意思講嘅就是冇想。It's not anything nice to compliment anyone。盲塞，我是睇盲塞，我是成講盲塞就是成個真正 cheap，就是叫做盲塞。唔是 cheap 啦，伊是比較做人。一個教 words 會 cheap 啊！陣間聽人大日亂電上班講表條咪bằng實啦。係，咱對頭嘅對人嚟講到對幾個數啊。但係你話叫我講咩？你講咩？看來one topic 不到是 local dialect。你講你講下你係咩？你話叫？你講？冇，特別啷講嘅話呢 language 啊 dialect 啊 ，maybe 做隻 topic。We release now 佢哋 dialect 啊 ，whatever 啊，中啦、印象啊 ，whatever 啊，你 compare 佢。你成日咱無想講無想話人嚟就成日咱講係咪物件咱寫上無想，會使啊無想話起來講啊，個就是誒，這是啊 ，I heard my mom use the word， 等下這是mean。Jujur, tama ko Melvin, I've heard my mom use the word bangsat to mean kiam siap. Yeah, ni kawan mak siap. Her generation has the phrase slang Penang bangsat, referring to the stingy nature of Penang people. 佢哋大女記住別出邊啦。誒，等陣啦，是 related 哦，啦 related 哦，你都想這個做啦。應該是上個一個 garden 呢嚇。啊，盲殺咯是 ，OK。等陣我咪甲人講，咱若是講盲殺，意思是鹹濕嘅人，咱到底講咩？你甲我講嚟，所以唔使講。你做估啦，你有杯嘅嘛？喺你 clubhouse 你放隻杯，你 yes or no 咯？哦，係使我做得 clubhouse 杯咧，是讓到底係你我冇使做clubhouse 嗰時人聽嘛，聽嘅人有做啲 clubhouse 啊。
OK，來講到對鬼嘅，等陣。actually make sense 啊。如果Malay lebih Indonesia mah, ini merujuk kepada erti kata perbuatan dan merujuk kepada orang yang melakukan perbuatan tidak baik yang tidak disukai oleh masyarakat. Ano? Itu bohong minggai itu. Bề nhau做人嘅人咯。係啦，bangsat 我知 Malay bangsat 我知，特別福建話我唔識啦。OK，來bangsat。lang kong bangsat engkau mampus bangsat. Soal tata. SAT 嘅是 SAD 啊 ？SAT。哦，唔是 masjid 的bangsat。Kiam siap。哦，拗板。OK，嗰時講拗板後，但係我講係咪古劇啊，好聽。古劇，我哋聽，我係明白啦，講古劇。特別古劇啦，係怕人。古劇 violent violent 係掉，依係你 home domestic 嘅，不 sorry domestic violent。講咩嘢就起手了嘅嚇，講咩嘢就起手咧。咱去看係咧，我先係講，唔係講可能冇很對。你是講你美國食曬頭啊？因為你去 vote 到啲你 clubhouse 到去 vote 看人講是，你人講bằng實是古劇㗎，還是鹹濕嚇？Actually，我的最初我是唔會鹹濕，是因為我感覺到 just specific，因為我會講我是想到bằng實，我是想到鹹濕呢。特別bằng實到啲馬來本嘅方面，我個明白意思。阿 John 都看到啊，寫喺度嘅嘢。冇。OK，你講誰？你講下你bằng實，等陣，滿嚟係講無類嘅意思，有人看所以無類嘅人，所以bằng實滿嚟係講成個伊人嘅生活是真呀，就講啊，離婚是看不起，係人看不衰，discriminate 啦，哦，意思成個 like the 成個 flea 然後呢，成個你成個古都呢，古都呢，寫文在 Wikipedia 成個一個古都呢，寫人看不起就對啦，所以人無熟㗎，係你當今個無人看衰人無類啦，就對，特別係古嘅時是伊嘅意思咧是。無類㗎，成個嚟真正慘啊！呢，了成偷摕物件啦，安尼人啊，就叫bằng實。Maybe that is the origin of 鹹濕嘅bằng實咯，有可能。所以bằng實是 point to status 啦，你人嘅 status 啦。冇，唔是一個罵人嘅 words 嚟啦。當然有人用可能有人嘅啦講bằng實，特別伊 origin 啊，你是講頂到時就是你是bằng實啊，你就是bằng實，你就是講你是成個即 society 嘅渣呢，成個嗱幫賣物件。等陣，啷出去啷個 vote，一人 vote 呢，頂困嘅了啦，你 clubhouse 啦。我冇看到。clubhouse vote 看。像我嘅想法咧是bằng實是無講道理嘅人。bằng實是冇講道理，古劇啦，古劇咯，古劇是冇講道理嘅人。20% 喎，咁少，所以有人講我唔是見到我一人咧，好個在。OK，來，到對人講咧，鬼嘅故事，bằng實嘅鬼。阿總係寫名，你title bằng實鬼咯。冇。嗰啲咧，人嘅幾間，你個地個嘛，你對揸車嚟啦，會聽你鬼故事啫。鬼嘅故事冇啦，我請先佢阿龍叫我嚟啊嘛。呢就嚟參鬼咧嘛，你自鬼故事你可以講嘛。你冇sign up 我嘅 newsletter 啊，所以都唔知幾時落，所以都未有嚟。有啊，但我燒掉你。哦，你燒掉。email 嘛。OK。阿 John 都唔是阿 John，係咪咩嘢？你唔是學幾個嘅畫面咁好聽咩？alien 咩？幾間啊？講入面外星人啊？呢是外星人啊？幾學？你講 alien 啊？我會記，唔是咩？alien 是講是外星人嗎？你是外星人啊？冇啦，alien 是白人咧，國泰機啦，係啦。
你望做我笑啦啊，別使講，你幾個你講下，你講你幾個數？我大媽咧，我聽阿南西講嘅咧 ，actually 我有看到一項物件，唔知講有關係無關係啦，就是有一隻貓，伊是 brown 色嘅 color， 正淺 brown 色嘅 color 咧，了伊嘅絲尾位咧有一笪 brown 嘅，咧伊是有講，伊講伊大啲迄個，我唔知講是唔是。迄一隻講伊大啲嘅地位啊，伊是有講伊已經上個福平角嘅地線了咯，伊講伊忘咗伊嘛，對，所以有可能講迄一個忘是講伊 move on 咧，但是一個 life form 伊 move on 嘅時咧，有真濟我就講有真濟意思嘅啦，所以爸媽。伊甲我講嘅就是伊已經成為福平角嘅地線了咯，安尼看咯。伊鳥變咗長氣啊，可能是講。不是，是講。伊講伊嘅靈魂啲福平角。就是成為講福平角嘅地線咯。福平角嘅地線咯，哦，伊變咗伊對地線，但人咩變地線呢？還是冇得掉 animal 呢？還是binatang？不一定。animal 個binatang？然後就變地線，就安怎但我聽無明白，安怎攞嚟 explain 我聽。因為大啲成日講做鳥做狗啦，成日都啲武術家嘅資質啊，安尼款嘅是叫做成日講禽獸嘛，你大啲伊人嘅界內面呢，伊人是無做嘅，人無成日講人會去做有做嘅物件，所以講嚇。yang after yang C 咧背後咧，yang有可能有迄個一個opportunity 講yang to whoever it is 啦，嚟學yang迄個 chance 咧，yang 會使屬於講高福平角嘅地嘅之中是一個人啊，還是禽獸啦，安尼款嘅物件咯。你講明嘅簽啊，梗係冇明白，不知嘅。我就係講係咪？我就係講。攞嚟換你好啊！伊 Australian 嚟跳嘅檔啦，我聽未聽。馬上跳。我哋巴生嘅馬上跳。巴生嘅，特別會講嘅字嘅，我聽特別我冇明白講咩。頭一個 question 先，我前頭一個 question，按照係咪 color，係咪屬係個 color，brown color 嘅貓，係咪屬？因為我講掉嘅時候，伊已經看到迄隻貓了，伊看到。哦，伊是目睭會看到，成個綠款嘅曉，伊是藍色曉，伊是藍色曉，伊是藍色嚇，唔是藍色。我唔知講是唔是啦。明白。等陣幾個你是講，伊講就係你告訴是，你會看到係一隻鳥嘅色。嚇！色啊！特別我唔知講是還是唔是啦，所以講嚇，我是 just I share 咁咯。share 講你看到係你啦，係你色先看啊，但你看到我係什麼色？你聽到我聲係什麼色？唔是，我是講嘅伊appeal 互我看嘅時候。你我冇 appeal 你看咩？我點解 appeal 互你看？我是紅色嘅，OK 啦。OK， 所以你是看到，你講你看到嘅是你成個你 intuition，像你 third eye，你可能看，唔是講你。你丟掉啊！美國南西明白伊，我都唔知啷講咩物件。No， because you born 人家學人講 coloring，right？ 鳥咪色，咪 fur。OK， 了解啊。了等陣，但我諗講我會聽這個嚇，你話叫。แล้วรู้เสียง話即係幾個人都想話，你講咪幾個數，我唔叫咩咩，特別我咪叫你話叫講伊嘅 factory 係咩？大佬嚇直接講大媽係咩嘢 factory 啦嚇，係啦，嘟嘟歪啊，是唔是歪？factory 嚇，你講
咩？你唔通我毛菇我只驚你誒，你不要嘟誒，直頭講出來誒。沒有，歪嘟嘟啊！喲，แล้วลอง係毛毛菇誒，直頭講出來。即係你話叫你講看你嘅爸，我要聽你嘅爸嘅故事。以前嘅話，我發覺伊少年時是老邊度輪走啊嘛，作為安哥啊，細漢時啊嚇，所以有時 brother 神啊，所以有時輪走咯，所以伊出到走去我係發展個分是我故啦，OK，飲食啊，細漢時八年啊，before 八年買時就八你古姓嘅啊，對，OK，同學，OK，因讀嗰啲，因為做走去伊分數多咯，我就出嚟古出啦，因為我國媽出，所以我媽出是意思我媽當時老年人啊 ，OK，老年人，所以伊人，即係我諗有一個就講，哇！追不出來，我打你出，就晒啊，感謝就晒 ，sorry。希望唔知道看到我追不出來，我看到。我唔講，我都冇拉單。我冇拉單，我隨追嘅啦，等我 computer 抌㗎啦，曉。來，就去講 sorry，感謝就晒。了，伊直到伊大時候，有時講我一看就啱明哦。有嗰啲灰球啊。是背咯。一隻龜龜啊，龜龜，弄啥咧？龜龜啊，背。龜龜。一看咗啦，背翻啦，所以唔敢看咯。伊們就請假唔得食。咩食嘅啊？咩食？實是黃色啊，黃色未曉啊。黃色較似黃色嘅，講較似啥？就灰 flame 色啊。OK，就小灰嘅色，特別是以前嘅。就背。我在伊鋪嘅時，伊唔是成個講你 float 到啲 end 咧，伊成 UFO 呢，那呼伊咧行咧 zoom 呢就伊成只 deliberate 嘅 movement，特別我唔知我冇看過。嚇。所以有時佢看到啥物啦，好笑啥物咯。我諗為就到養擺嘛，養擺嗰啲叫咩啊？榴蓮當然是養擺嗰啲榴蓮盤啊、布律盤啊 whatever 嘛。OK。所以有時哦，伊看到嗬，伊啱啱困嘛，困破伊嘛，比如做伊 friend 困嘛。你困破伊時看到啱啱就咩咯？有一個真老嘅安迪就真老嘅咯。所以伊行在動格翻啊，行出來咯，從後背啊，行咗我媽媽厝是怪大間嘅，伊是種阿搭厝安尼啊。所以伊看你行出來咯，咁啊就請嘢咯，完全唔敢起來咯，因為入去咗冚咗個機啊，逃避咗。有看哦 ，the next day 一看冇嘢啦。แล้ว the next day 就每位個保人咯。就如果 OK，maybe 都看到嘅就是叫做咩啊？毒奶奶啊。伊比如我諗係，其實 maybe 我係左是 whatever 啊，左是 whatever 可能係伊比如想就到樣擺嘛。ยังก็ต้องยังไปbefore ชิคุยเสียมีสิอ่ะตึงหนังไงอ่ะถึงมาเบี้ยว่าถึงมาทำเสียมหลังวันมา都是ยังอุตบุเสียมจริงอ่ะเสียมหนูเนี่ยOK ยัง是เสียมจริงหนูเนี่ยอันนั้นเนาะ所以一看就係咩啊做成件咩所以每我那是一當就當你ยัง拜是拜開人教佢哋真老啦，而且老酷狂啊，那嘢動緊啊，篤，下一轉啊，แล้วก็จะ係，嗰隻就 short 就是講
都在马路，一古邦，都在伊恩度啦，伊恩度啦，那边的区啊，咪即係我等嘅嘛，個 van light 度啦，喺邊區啊，喺邊照，喺邊陣時，所以我伊佢去邊做好啊咪嘛，兼邊嘅啦，甚至已經幾十年代啊，70年代嗰陣時啊，所以因為話，有陣時看到啊物件喺邊嘅度，當時你看到啊，斜斜人可能斜斜啊，或樣式講哪都講啊。就是白白斜斜被關下呢啊！所以迄邊嘅苦錢啊，會使講食垃圾咩咯？我知。錢垃圾咩？錢垃圾咩邊個？係咯，所以啦。這是咧，冇講就驚啦，冇講就驚。唔叫 interesting 我會聽下咧。特別啷把啲那時啷 convert 來對下邊嘅告訴啊，還是點解我聽到這濟嘅 ？Because 我就自己人，我 cousin 較老，較大漢句話，大輩句話誒 cousin 樣是讀 convert 來對嘛。樣我 auntie 人覺得太所以樣就自告訴誒，一個咧過鳥啊，對過鳥咯，對。人嘢啊！一個鳥你整。唔係啦，新迄週是關嗰啲人嘅，這樣你啊就話關人嘅啊。你是講日本超時候？Francis Light Francis Light 實起度關人我，日本超關人我。日本超字嗰時等。我記係邊一樣先有劇，邊一先有劇講樣掉幾字。我其實我係冇講嘅。อันนี้ก็這是這是幾個驚好像稍微去咪當係幾個驚講 My mom told me last time when she was kid during 19th period see one day she walked to Convent Green Tooth early morning she saw two little lights coming from afar she thought there's a trishaw tapi mana tahu我告訴我 mana tahu the lights fly up to the air fly away UFO 有可能就是你來有可能是一個人攞拍釘啊呢呼起佢是係得是鬼灰咯故事是真就聽人講我還未見啦故事那幾時事啊幾時我就聽人講嘅我真奇怪啊了頂到興啊大戲咧不都間東啊，嗰啲位啊，你炒嘅位啊，鬼灰講是鬼灰，較濟有蝦物嘢嘅，是講啊，這幫佢就少聽到啊，冇估講啊，唔是，啊啦，當然較少啊，當今其實當今人看到鬼，唔知是安怎嘅鬼啊，咁因為我是有興嘅咋，像我喺小學時興嘅係咩啊，hantu kam嚇？hantu公公喂，hantu公公有，我聽過。嚇咁？伊是爆頭嘅嗬，我哪係鬼啊？嗬，唔知嗬。我冇話普吉鬼。嚇！即係今時葡萄鏡，佢在地啊。自然啊，這邊。你鬼啊！必須就在地啊！今時咧支持。是當我掃啊，我驚講是唔知是佢哋就係特晚係你就我講物件響去掃嘅，我腦刷去啫。我哋咁我個你已經看我係WhatsApp啊，你叫我隨應嘅。OK，冇電話跟哪資料？sorry，冇影嘅錯，冇影錯。但不是嘛？嗱，即係Mindy講hantu公公 was trending in the 80s 對。啊，老妹吹咩啊？老妹吹鬼告訴我啊！即係咩？hantu balut 啊，是唔是？唔是，我伊個故事是什麼？如果係你變鬼面嘅事，伊唔是，伊是講是爆頭。如果係你是你如果當佢，但是實興佢就冇爆頭啊嘛。所以伊是講伊係鬼面嚟嚟厝啦，就講你伊卡你妹啦，伊講阿薩拉姆阿你，話伊咪講。公嘅，所以咪識嘢，也都係你名，hantu公。我唔知original 都難喎。OK。我嗰時當 internet 讀到嘅。
哦，伊個阿薩瑪咧，阿可能咧後尾冇。阿薩拉瓦咧，咧伊未講，伊未講公嘅。哦，哦，伊人計18年。我唔知有影冇影啦，至少我冇睇到咧嘅。你學嘅話即係叫公公龜。咁，冇啦，你公公係龜啊，呢個冇咁啊。哦，我講靠妹先啊，公。靠妹先啊。靠咩事啊？人哋央視人做什？以前你貴咧，哦，一個貴 dictionary， 我貴 dictionary 基本是100 Malay Ghost Hantu Melayu。哦 ，OK， 意思講嗬，即有你查某啦，意思講比愛水咧，咪走去學即係係武嘅物件咯，要學即係鋼頭嘅物件，學即係魔術嘅物件啦。我學家己水嘅啫，特別你學伊為個 process 啦，有雜質嘅啫。哦，係啦，你雜質裏邊學伊是比較少見嘅，伊比較少見嘅。係啦，特別有你查某，伊比較少見嚇。OK。所以有你查某，伊去做即個鋼頭嘅物件啦，伊要學家己水啊。伊要偷看。佢要去偷看咗。我都只看咧嗬，因為我當佢咪只有定選咧，我幫到我俾佢看下真。對，個幫到水嘅就，伊雜誌未使少見嘅就，所以伊就是就講，伊就是緊張咧，伊走去再看咯。你伊只少見咧，伊佢裏邊嘅養嘢就，睇嘢就。你就變咗。伊就變吉利嘢咯。伊變吉利挪嘢啦。做嘢咧嗬，伊為伊哋做物件咧，就是佢傻白嚟查某去學咗就。所以人中意傻白嚟查某去咧去靠妹。個。人都講講下你爆頭嘅。伊熟後生查某會呢，伊唔識老查某。老查某冇講過 ，OK？ 冇得丟伊熟伊會啊。所以伊是國妹是要佢追查某，伊是要看伊有來過經過嚇。冇免呢，你講佢傻查某。冇我真。查某咩啦，冇啦，會驚啊。冇我成講伊會傻下面會，我都唔會講就係傻一回事先，但係古蘭係傻嘅啦。伊邊啲傻嘅啦，Dracula 成個 Dracula 傻一回。你拍坑也傻傻。因為彩數證明都是少年。等陣有人在講，anyone knows ghost stories from Rifle Range Apartments？ 叮當咪是迄個啲啲 MB 啲拍清波嘅 classic 嘅叮當嘅事。哎呦，迄個驚人哦，嗱，咁咪每一話打最勁強槍，你問啊？叮，你在講呢個大兵組，呢個大兵組。冇啦。冇大兵組。我講啊，我細個講啊，十斤強槍啊。9斤5，已經有7、8斤5係咪嘅？我想講10斤，10斤強咗12斤5，7、8斤，I mean 一條係咪啊？即係 office lot 冇有啦 ，office lot 啊 ，whatever 冇有啦。flat 都有啊嘛 ，flat 冇有係咪啊？跟住我個看到即Mindy 講 from what I read in the internet 講人哋伊是 black magic 嘅事，所以講未出Assalamualaikum。So she can only say the last part。OK。即是一個人，伊未講Assalamualaikum，一個人講公，你啊，講一聲，公娘啦，公，阿張八刀時你普吉卡拉路海，佢哋嗨，所以有時係叫嗨咯，係。我知我試，我俾人做係嘅。等陣講到海有金石朗地咧，特別會 repeat 就係 November、December 加一個月金石朗地，即係 subscription 咧，特大個字 automatic subscription 一個Juling 就一個月是。你我當今落咗隻 show 咧，是我被很屌幫出來，所以我就有機會我對金石朗啊，金石朗地本來學見嘅地是了個朗到底正嘅咯，幾個數是清下個我冇先嘢當今咁係。把大佬聽到嗨，就是我係鬼是，都係嚟，呢個叫 guest in edition 咧，阿龍就睇本冊。
很多係係，特別好喎，係就係嗬，阿龍實車去喎，當位實車去喎，當OK，當叫咩？我講個平成。阿龍接落去講，佢講説過嚟個就接過，感謝大家支持，下禮拜就咪特登嚟聽。阿龍嘅佢講説，佢接落去講，大家拜，特別揾得嘅 ，OK 這邊。定個禮拜冇看 episode 這邊訂邊一開訂看訂聽，訂 subscribe 是訂入證，然後落 email 是對通知了。感謝大家，拜。